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对你而言，今天就是一个普通的礼拜六的晚上，所以我们平常也是在礼拜六的晚上到教会里来聚会。可是也许大家可能不知道，对于台湾神学院的学生，这个礼拜六是什么礼拜六？这个是我们学期末的最后一个礼拜六，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多同学他们要交报告，意味着他们可能有些同学在下礼拜一或下礼拜二或下礼拜五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参加考试。不过我想要强调，以后那个我们做见证的部分，神学院的功课很困难，这个部分可以稍微讲少一点，因为大家都会听得印象很深刻，只记得最后这一点。好，对所有的今天参加聚会的人，我感受得到，我们今天上帝在我们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因为我知道，其实，在台湾神学院，我们有很多老师跟学生，甚至包含我们今天的这一批学生，在他们还没有进来之前，我们有很多老师跟学生，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为台湾的教会的复兴祷告。我们台湾的教会目前是什么光景？也许我们不一定全部都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在增长。可是，如果以我们跟我们每一个人关系最密切的这个长老教会来讲，我相信，也许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的10年当中，大体上是没有很大的改变，没有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数可能有一些教会在增长，但是有一些人数他们是在衰退的，所以加起来加减减，刚好是差不多。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教会需要很多的翻转。就好像我们今天听到亚圣他的生命被主所翻转一样，我也很感谢神。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事实上是跟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以及亚圣所做的见证，我们有非常的紧密的连结。我首先要讲的是有关于先知以利亚的这一段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圣经里面如果对犹太人来讲，最重要的2个人物会是谁？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里面有包括我要看见，里面要讲到谁？摩西。摩西他其实当他提出我要看见的时候，是他经历了在他的服事当中最大困难的时候。在他经历了最大的困难的时候，后来他跟上帝做了很多的祈求，结果上帝一件一件应许他。等到上帝都应许他这些祈求之后，他跟上帝说：“求你彰显你的荣耀给我看。”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第2个人物，他有很多地方跟摩西非常的相像，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以利亚。也许我们不是很多人都很注意到，以利亚事实上在他跟皇后耶洗别以及这个国王亚哈的这些假先知他们在加密山上来做这个很大的挑战之前，到底以利亚做了什么事？其实我要跟大家讲，没有很多。在这之前，以利亚做什么？以利亚他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上帝要他去跟亚哈王，当时候的这个带着人民去拜偶像的王，去跟亚哈王说，接下来上帝就不要降雨在地上，就讲一句话。接着以利亚做什么呢？他的任务很简单，接着他就去躲起来，躲在基利溪旁。我想我们可能，如果我们以前上过主日学，或者我们读过《列王纪上》，我们都知道，他去躲在基利溪旁，就在那里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也许我们会觉得，也许这样很轻松，对不对？可是不是？我相信那是一个信心的等候，等3个月、6个月、1年。2年，他一直在那边等，但是上帝没有要他做什么。直到有一天，上帝所预备的时候到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以利亚，你再去跟亚哈王讲。”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又再去找亚哈王。他去找亚哈王，其实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说，因为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国王，他是带着人民去敬拜偶像，所以很多人他们因为敬拜偶像离开上帝，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全地受苦。当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没有真正的带领人民去走一条对的路的时候，很多的人民跟着一起受苦。
所以经过3年的受苦之后，以利亚又出现了，然后跟亚哈王说：“我们到加密山上去。到加密山上去做什么？你所敬拜的那些先知，那些就是亚哈王的那些假先知，你们逐一座谈。以利亚他带着一小群人，他自己也筑了一座坛。然后他让这些假先知说：你们在这里呼求，你们在这里祷告，看看你们所求告的这个假的神会不会把火降下来。”结果他们就从早上一直到中午，然后又哭又叫，又用刀子刺自己。他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但是火没有降下来。这个时候，以利亚跟所有的以色列在山上的这些以色列的众百姓说：“你们3心2意要到什么时候？因为有一些时候你们跟着这些假先知去拜假的神。”有一些时候，你们又好像很敬虔，又拜真的神。反正你们真的神、假的神随便拜，你们根本也分不清楚，你们也不想分清楚。以利亚问：你们今天要做一个明确的决定，你要专心侍奉耶和华，那你就应该来敬奉这位真神。接着，以利亚他就祷告，他的祷告很简单，只有几句话。他说：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回心转意的。以利亚他的祷告没有很冗长，他也没有又哭又叫，又用刀子刺自己。当他这样子向上帝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知道有天上的大火就降下来，降在这个祭坛上面，然后火烧起来，不只是上面所献的这些祭物，也包括木材，也甚至包括旁边的水沟里面的水，全部都烧干了。这时候这些百姓他们才说：耶和华是真神，是上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以利亚的这一段记载里面，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我们知道上帝他其实已经预备好的时候，但是他需要有人按着他的旨意站到民众的面前，站到一些人的面前，他代表着群众来向上帝祷告。当我们愿意站出来求上帝来彰显他荣耀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要彰显荣耀的事。以利亚有没有做很多事情？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以利亚并没有做很多事情。我刚才讲过，3年前他只是去跟国王亚哈王讲一句话，然后他就去躲起来，在那边忍受3年无聊的岁月。然后接下来他来到这个加密山上，他在这里筑坛，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祷告，结果上帝就把他复兴的火降下来。就这样，以色列百姓他们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来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发现我们这个时代跟以利亚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很像的地方？我们想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他们其实就是在真神跟假神当中，他们在真理跟不是真理当中，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寻求，反反复复。有些人想要做对的事情，可是当他遇到诱惑的时候，他又去做错的事情。有一些人他想要能够把生命的好好活出来，可是当他遇到一些软弱跟试探的时候，他又跟随了这些软弱跟试探。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真的很想要挑战我们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就好像以利亚挑战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我们今天要立定心志，我们难道不是很羡慕像以利亚那样，当他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火就降下来，来开始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吗？我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身旁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许原本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也许是你的表哥，也许是你的表姐，你的堂哥，或是你叔叔他们家的谁，跟我们以前一样，我们可能很多人从小是在教会的，可是等到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慢慢的离开教会了，慢慢的他离开这个信仰。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愿不愿意扮演像以利亚这样的